吵，我问你的专业，麦克吵，我跟你拍谁，好不好？我跟你拍谁就好。来，你会懂得道歉就好。来，云端这样子的一种政策，由金管会直接下的一个委外的一个办法的相关规定，由我来主答，这有什么不对？那我问你啊，委员啊，我这样子跟你说明一下。院长是你不要跟我解释院长的职权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要问你，你对这样的政策跟态度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嘛？在国会殿堂上，我依据宪法来答复，你不要问了半天只讲你的，那又要那你说，你说，我还没有讲，你又说你不要讲，你说嘛？怎么答询？好，你说，我让你说。我刚才说好，那现在我就请金管会主委跟你说。那我叫你讲，那你跟我讲的2分钟之后，你又叫他讲。对啊，我就讲了2分钟，你不好好听呢。我叫你讲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有讲，所以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主委，我问你，不要讲话了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要讲话了。主委，我问你，你我来答询，不要讲话了。你为什么批评我什么都不懂？你本来什么都不懂啊！我问你，你什么都不讲，你说看左边看右边，请问一下，我对于专业的东西，我要你做一个首长负的责任，下面人在搞什么东西你都不懂，你在跟我耍嘴皮子，闭嘴！我不是耍嘴皮子，你闭嘴！我现在要问顾主委，你做顾主委，立法委员，顾主委，我问你，在国会上，请问一下，你的免责权，现在这一条的规定，如果没有司法管辖权，委员什么叫闭嘴？我们如果有骇客入侵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骇客的部分来去做一个解决？麦克吵，咱两个麦克吵，我问你的专业，麦克吵，我跟你拍谁，好不好？我跟你拍谁就好。来，你会懂得道歉就好。来，顾主委，来。香港有它的可及性和便利性，应该要进行审判。如果需要我们协助，我们都愿意给他协助，但不是让这种犯随便拍拍照，来台湾又不是来身体检查。过去他完全不理不睬，现在态度比变。当然，后面有中国，同时企图用送来台湾合理化他的送中条例，我们不会上当。院长请教一下，那个陈家彤他明天就要出狱了，那他如果直接搭飞机来到台湾，法务部是说会直接把他逮捕，但国民党立委就质疑说，您昨天说到司法互助，这样是不是有点破功的情况？等于说他直接就走过来了。这个案两边都有管辖权，但杀人的人在香港，被害人家属在香港，现在关在香港监狱。香港有它的可及性和便利性，应该要进行审判，而且进行追诉，不应该让司法有空窗期，让重犯到处拍拍照。如果需要我们协助，我们都愿意给他协助。如果香港政府要跟我们司法互助，把相关的证据、调查的资料、笔录及去搜索的所有的状况给我们，我们台湾也会来加以审判，但不是让重犯随便拍拍照，来台湾又不是来身体检查，让那个这个一定要有相关证物才能判，否则来也没有办法进行，反而他随口乱说，那相关证物很多都在香港等等。我们要求司法互助，所以有责成法务部跟陆委会跟香港来谈司法互助总各方面的事情。过去他完全不理不睬，现在态度比变。当然后面有中国，同时企图用送来台湾合理化他的送中条例，我们不会上当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回应香港民意的要求，对于反送中条例好好处理，不要借这个案政治操作。徐国勇见过管浩明有掌握到吗？